係我啊，Sam 啊，今日介紹多間銀湖天峰咁啊，3房半，實用面積762尺。咁呢個位於喺銀湖天峰第7座，咁啊景觀咧略算暫時而家有海景啊。嗱，我拉高少少個鏡頭，你見到我後邊咧其實有一個低少少5層高嘅屋咧，嗰個係一個中轉屋嚟嘅。咁嚟緊將來有冇發展咧，我唔知道。咁但係咧前面咧已經起咗駿園啦，咁右邊咧山景咧亦都會起咗個公屋嘅，咁啊對山景就唔可以影響。但係單位咧都尚算咧，就算隔離個物業佢哋起樓都好啦，你都會有個遠海景嘅。咁唔阻大家參觀下單位。如以往長方形客飯廳。咁啊！但係我而家聽到少少打樁聲，就對面嗰個地盤喺度打緊樁。咁啊，而家上線有海景嘅。咁啊，啱啱好呢個位咧，第時如果真係呢個中轉性房屋咧要起樓咧，咁可能都係若干年後嘅事。咁可能呢個海景會冇乜，但係仲有呢個遠海景。暫時嚟講，對銀湖天峰嘅7座有少影響啦。不過，如果純粹講住啊，非常之 OK 嘅。咁啊，3個半房啦，飯廳，廳就夠大啦。咁啊，第一間 showroom 啦，咁啊呢個可以做一間房或者做書房啦，亦都有冷氣嘅。第一間廚房。客人上間，另一間睡房。好啦，主人房套廁，主人房。其實反而對主人房嘅景觀咧影響唔大嘅，因為就算呢度望出去都好開揚。如果大家對單位有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，等你電話。